日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咱来关心按国庆的连假到昨昏，替人送餐到厝的外送员，因为出车祸，有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到底因算是冒工，也是红请？劳动部昨昏有去做劳动检查，今嘛已经认定讲，这个送餐外送员是红请，因甲平台业者的关系是头家甲新劳的关系。 最近专门配送食米的外送人员出车祸的代志一直传出来，不过食米平台业者认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外送员的权益无保障，一直到国庆连假发生2件外送员死亡的车祸，劳动部才总算劳检2件外送平台 Uber Eats 甲 Foodpanda， 结果发现外送平台要求外送员若无要接单，就要伫咧24点钟来汇报，而且穿制服使用平台的商标大纸，认定外送员也有平台业者之间属于头家心劳关系。我们认为业者与离灾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指挥关系，也就是组织从属性。我们认定它是雇佣关系，那是因为在执行事务中因公死亡是属于职业灾害，雇主也需要在期限内要给予劳动基准法规定的职业灾害补偿。 要抢时间，也要拼奖金。不过外送人员若是发生意外，因为是承揽关系，无劳健保的保障，那也认为是这支劳动部无尽到督导的责任。一直到外送人员小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才开始查业者是不是假讲承揽，其实就是真正的头家。我觉得他们是假承揽，不是他们说了算，是假承揽吧？我们也会，他其实是真的是在雇佣吧？检视他们的契约，只要是雇佣，他就要负起雇主的责任。 配送食食有影听时行，各国也有无共款的营运方式。伫咧意大利甲西班牙，外送人员是去互算伫咧员工；不过伫咧澳洲、墨西哥甲日本是无去互看做是员工。不过伫咧日本的 Uber Eats 有提供伤害险甲死亡给付。有入为着这支，伫咧美国的 Uber Eats 外送人员都开始送餐点就有保险。那台湾的外送员因为即阵的产险无包括营业用的奥多拜，出代志无法度理赔。Uber Eats 跟 Foodpanda。 请他们务必要替他们的外送员保意外险，可以做得到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是监理机关，我们是监理机关，但我想就委员的建议，我们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请这个寿险工会，特别是产险工会吧，应该是，那么可以来表明他们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些商品的内容，我们可以请产险工会来发函。 金管会保险局表示，希望设计出营业用的机车险，不过只提供予公司来投保，个人袂使投保。另外，劳动部表示，会伫咧2礼拜以内完成国内7间送餐平台业者的检查，业者准讲无改善，上最会使罚175万块。同一个时阵，也合作外送人员成立职业工会，争取权益，禁止假承揽的代志搁一届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伫咱全台湾送食的外送员大约有8万人，真侪外送员拢讲，假使做散工，安尼其实是趁无济。若是要专心投入落去做，一工拢爱做10点钟以上。遮尔草率拢无劳健保，出车祸通常嘛是爱家己转去高牛赛，安尼真无合理。 伫咧台北市的大路小巷徛奥多拜送报，无一困头的功夫，小夫为了好食米，5分钟以内就送到人客引导的门卡口。不离个桥多摆是八爆铁，伫咧大路软来软去，看起来特别危险。尤其是为着要加接规张单，赶时间转来一直发生意外。真侪外送员表示，因为承揽关系，业者无保劳健保。我们是所谓的没有劳健保这一块，缺点就是没劳健保，然后自己还有一些。 医疗意外险之类的，加强这块不足嘛，因为每天在外面跑。对。若无保劳健保，发生事故该家己承担。趁无够钱的外送员就认为，这根本就是高风险的行业，甘愿去找一份有劳健保的工课。去找有劳健保的工作做，会对自己有比较保障。这家店也要外送的话，老板也会提供我们劳健保的那个第30任险的那种福利。 针对餐饮外送员的事故，Foodpanda选择发声明稿来回应，强调讲虽然外送员拢是承揽关系，毋过提供比法定规范较悬的保险保障。
保险的范围佫包括死亡、脏废、第三人体伤等等，甚至佫有跑车事故的财务损失。另外，Uber Eats 嘛发声明佫表示，甲外送员是承担关系，除了有经济险以外，嘛有加保雇主保伤险。不离个目前敢若高雄、屏东、桃园地区有保，若是发生意外受到财损、薪损相关的保险金额是200万。不离个若是其他县市的外送员，即卖也佫在敲切当中。那实质上就是一个受雇行为。平台业者对于负评，他有一定的惩处的权利，他有锁他的接单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符不符合我们在一般认为雇佣关系里面的人格从属性的要件？劳工团体认为，劳工承揽关系去互滥散用，主管机关必须要订定相关的规范准则，而且重点是伫咧雇主。若是所有法定责任拢是爱外送员家己来承担，这无公平，而且嘛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咱各地早暗拢有较凉冷。咱来看温度，因为继续受东北风偏强的影响，气象局嘛有针对沿海地区发布强风的警报。伫咱台湾的北部、东部甲东南部有局部低阵雨，其他所在澎湖、金门、马祖也是多云到好天。伫咧中南部的山区，爱过到了后细日有可能有局部低阵阵雨。今日低温大约是21度到24度，所以出门爱会记擦衫哦。那伫咧高温的方面，伫北台湾日时高温有略啊降，大约是26度到28度，其他的所在高温也是29度到32度。接下来关心风台哈吉贝伫咧日本造成58人死亡，也有15个人失踪。交通的方面嘛是算断甲真严重，嘛是真惊人。伫北陆的新干线有120节的车厢浸水，即马专家就讲，上海状况就是这车厢全部拢爱换掉，所以损失的金额大约是新台币92亿外。再加上天，咱做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今年7月份，华航的总统专机有表出买私分这个案件，华航即马讲，昨开始因全航线拢暂停卖免税分，暂停半冬，因为财政部的关部署是要求华航即马搭载航班每一班拢爱来申报讲卖偌济，所以华航规期先不爱卖。先来看中国时报。这是中美的贸易战无遐尼啊激烈啦，新台票昨昏起2角3收伫咧30.62块钱，创下一年来的新高。也毋过日票昨昏落到5个月以来的上价，5万块的新台票，即卖会当加换9000外块的日票。继续来看自由时报，国际刑警组织今日要开大会，咱台湾有讲想要去参加，也毋过无接到邀请。虽然受中国的打压，也毋过今年国际顶悬支持台湾的力头愈来愈霸甜，包括比国在内有12个国家130多个议员拢露名支持咱台湾去参加。来关心台北市有一间做过来中心，好心善后的护理之家，顶个月发生有10外个幼婴出现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群聚感染，结果这个中心暗坎疫情延迟通报，目前也有3个幼婴等咧住院。就是这间伫台北市的高雄树林产后护理之家，被卫生单位检查发现有呼吸道融合病毒群组感染，简单叫做 RSV。有10位新生儿患着，不过院方可亲像温和疫情延迟通报。担心小朋友会被感染啊？对啊，因为没有处置好嘛。联合家小这的烦恼不是无原因，因为顶个月14开始到这个月初4，陆续都有10位新生儿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经过检验确定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群组感染。不过院方却拖到10月初9才向卫生局通报，也个变成只是一般的感冒。我们机构有这个 RSV 病毒的筛检，所以我们筛检出来了有几个是阳性的。那阳性的状况基本上就像是一般的感冒哈，所以我们并没有立刻做这个转诊的处置。不过，疾管署表示 ，RSV 绝对不是一般感冒，尤其新生儿患着了后，恶化速度真紧，几天内就传染真严重，甚至呼吸衰竭死亡。而且护理之家若发生群组感染，依法必须伫24小时内通报。大人感染的话，一般是轻症或没有症状。可是小朋友如果感染到的话，可能会出现气喘的症状，活动力会减弱，还有甚至呼吸困难。
机关署强调，目前还有3个小宝宝住院治疗，有7个小宝宝已经出院登记，或者是登记善后护理之家。台北市卫生局已经要求院方加强感染管控，因伫通报部分要伫调查中，若查证事实，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相关法则部办。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在行车记录器也有手机便便，有基层的警察就讲，接到民众检举案件嘛哪来哪济，警察爱开真济人，开真济时间来处理。亲像伫咧新北市，就有一个乡亲，伊一天检举8000多件。行车记录器和智慧型手机真普遍，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只个需要透过 App 甲相片传去伫当完成，互检举案件每一年拢在增加。对去年规当291万多件，去年超过317万件，今年顶半年都已经有160多万件，推估全年会超过320万件。台北市，我们要有100多个警察在那里过滤相片、看影音档。平均一个人要处理6000件的检举案。交通部回应，设计检举制度是因为要弥补环境警力不足，但是真正的环境反映，检举案件增加，颠倒造成环境必须要投入人力伫咧核对检举事情，若无会人控告结案。检视检举案件以违规停车和无拍方向灯上侪，立委质疑，因为要处理这一寡无立即危险的微罪，颠倒影响巡逻人力，造成街头的检警率下降。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是认为说它可以补足警力的一个不足哈，那确实这几年就是说民众的检举案件越来越高哈，所以交通部跟警政署其实也就是说考量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包括就是说比如说民众送来的检举的这个案件的话要具名。其实因为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量增加，今年开始检举已经改做是名制，但是检举数量也继续咧增加。交通部表示，会和警政署下部会讨论，通盘检视目前的检举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大巨蛋已经无卡关啊！第7摆的都心会昨昏开会，经过3点多钟的讨论，大巨蛋的防灾避难电脑模拟修正了后，正式通过。我讲的所谓的应变时间2分钟到底到哪里去了？8分钟根本不可能离开座位席，不可能跑完。到底这2分钟去了哪里？大巨蛋第7届都审会有关是全炮声，特别是刘高明第则是伫议会闭巡的时，头一届讲出大巨蛋有机会伫人来完工。大巨蛋都审会搁再串关，就将重点下伫咧阮乡进前提出的防灾避难电脑模拟，伫上摆的情境之下发生走袂叮当的情形。每个人的法定时间都很长哈。每个人都不耐烦，那极端的话，可能那实战时间就会，大家会互相冲突。我们实际上会建议大巨蛋呢，依模拟的情境呢，落实分区的避难。那实际上要分区的避难才会避难的速度会加快。台北市政府针对大巨蛋园区避难的搭车地点，建议将部分1楼作为半户外空间，但是好在定位款团甲居民代表批评，甚至讲有前廉政议员认为专案根本违法，质疑台北市政府为怎样会当信落去？公开透明有个什么用？对不对？因为它在法律上全部都是一个弊案嘛，都是个违法的东西嘛。其实电脑模拟应该回馈到设计本身去看，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建议以这样子户外的调整。空间的调整来提委员会讨论。那是大巨蛋附近共和国小的家长会代表嘛认为，大巨蛋厝顶的光害已经影响学生就学的权益，但是台北市政府拢无处理。指导关心专案的当地里长嘛批评台北市政府的沟通无诚意，要求莫伫咧避难疏散顶面放水，互民众陷入公安的危险。规条都审会是炮声不断。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立法院4大党团昨天下晡嘛，针对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党团协商，由立法院长苏家全主持，最后达成共识，甲消防人员的退避权、甲调查权入法，而且讲的量早通过。这个月初3，台中市大雅工厂大火，2名消防员殉职，引发外界对消防法修法的讨论。立法院长苏家全礼拜日下晡调集朝野协商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最后各党团达成共识，将消防员的退避权、甲调查权入法。第20条之一啊，我们就以增加一项，就是前项首称危险性救灾行动认定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另定之。
第20条之一特别款部分按协商内容通过，由现场指挥官决定，若无人受困会场，延免进入会场。第27条、27条之一调查款部分，有人命重大伤亡灾害案件发生时，由中央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这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近年来争取改革的诉求之一。当地党团协商进程，消权会早起为了反映军宪劳处犯，行到内政部门下口开记者会，呼吁消防署唔通够主动受罚。目前消防署所提出来的所有的建议版本，都是阉割版本。它去除掉了我们所要求的明确定义高风险救灾。此次立法院长周家全强调，要将所有灾害立即无限制火灾调查会改为灾害事故调查会，而且成员要将基层消防团体立即，请内政部登去修正草案文字，等待市政总质询结束后，会优先处理消防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咱来去英国国会。英国国会开复开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照例伊亲身去国会发表演说。伊有讲，首相江森未来的施政重点，头一件当然是讲10月31英国要脱欧的代志。咱来听女王的演说。My Lords and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y government's priority has always been to secure the United Kingdom's departur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31st of October. My government intends to work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ased on free trade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女王的演说内底，除了强调江森政府的施政重点，讲要准时脱欧之外，嘛有讲到7项脱欧了后的立法，包括电气业、农业、贸易，也有金融服务新机制。另外嘛有讲到移民的政策、甲网络政策，也有环境保护政策，再甲人民的生活较有关系的议案。镜头来美国来看美国的国会要弹劾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案，前副总统拜登伊表示支持，而且伊的后生亨特嘛头一摆透过律师针对这件代志发表声明，表示伊并无做任何违法的代志。I think the boy knows that I'll beat him like a drum if I get the nomination. 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参选人拜登13出席伫爱荷华州举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论坛，对美国总统川普弹劾案态度转做强硬，批评川普引进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应该互人弹劾。By the way, where's Hunter? He walked out of China, so he walks out with $1.5 billion. 川普甲拜登的后生亨特加调调，进前阁讲亨特伫中国迫害华美金公司担任董事的职务，阁利用老爸关系对当中赚15亿美金。亨特13头一届透过律师发出声明，表示伫咧担任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董事期间无任何不法。另外，伊伫2017年10月对迫害华美投资42万美金，有10%的股权，无受任何комис赏。伊嘛讲会伫10月30日辞表中国迫害华美金公司的董事，阁讲若是伊爸爸明年赢得总统大选，伊袂伫任何一间外国公司任职，嘛代表讲伊会将股权卖出去。No one has indicated of any consequence that anything was done wrong or illegally by me or by my son. 若是川普弹劾案上新的进展，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13表示，国防部会配合众议院的弹劾调查，和白宫无同。福斯新闻频道的民意调查指出，有51%的人支持对川普的调查弹劾停诉。拜登的民调敢若嘛受到通欧盟案的影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上新的民调，伫提早投票的18个州当中，参议员华伦以31%比25%赢拜登。10月15就要定定为民主党初选辩论，话题重点嘛有可能伫通欧盟案。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最近公布一件真惊人的连环杀人案，凶手是一个79岁老阿伯，伊35年来连续杀死93个人。画面上每一个表情不同的黑人女性，拢是一个强判一世人世家已经79岁美国犯人利特所话。伊所话人是伊伫1年半以来，挖苦基地一点仔一点仔所画出来受害者。I grabbed her by the legs and pulled her to the water. That's the only one that I ever killed by drowning.
Describe the location where she's left. Okay, I left her with her head still laid in the water, half her body in the underwater, and her thighs and legs on the bank. 犯案的情形讲了真清楚，无任何丢毒，互人无法相信这是利特尔差不多40年前所犯的杀人案。假是讲这项台式女性到底是第几个受害者，却是真歹判断。因为根据利特的口径，扣台式人有93个人，范围分布美国15个州，时间是为1970年到2005年。利特尔选择要台对象大部分是弱势非裔女性族群，因为不少人是性工作者或者是毒品使用者。嘛，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真侪案件死者拢向判定是意外死亡，是使用伤侪药啊，毋是用台死的。那利特尔捌拍过无性久，太阳正前会先甲受害者拍甲昏倒去，才加好死。死者的遗体，互人看袂出来有用施加暴力，互人想袂到人是用台死的。利特尔伫2012年因为毒品相关罪名向逮捕，相对做 DNA， 意外发现伊甲3个女性的死亡案件有关系。台人的罪名确定了后，联邦调查局 FBI 进一步发现，伊甲那家搁济杀人案有关系。甚至开始伊是无承认，毋过伫警方突破伊的心防了后，利特尔承认杀死93个人，目前已经有50件的案件向确定。FBI 表示，利特尔是美国史上台人上济连环杀手，对其他阿无都分辨身份的受害者，呼吁民众协助指认，赶紧向死者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家族的丑闻，南韩的法务部长官周国昨辞职落台。南韩的总统文在寅嘛，因为周国所引起的社会冲突来回事的。南韩法务部长官周国14日早起11点举行任内第1场记者会，宣布要推行的检调改革内容。3点钟了后，就传出伊一场声明请辞落台消息。周国指出，韩国权力来自人民，无其他力量应徛在人民之上。检调体系应该建立面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组织文化。伊的角色已经结束了，即嘛要放下一切，专心照顾好伊厝内底人，因且经历一生中上艰难甲痛苦的时期。周国太太甲查某囝过去1个月来，为了家族事务基金积分，甲提款入额才见效代事件，捌真侪摆被检方定性，伫东阳大厦驾车太太郑景心，18被告出庭应讯。2016年，崔顺实干政所引起的街路，即讲大型示威活动，自周国上台以来，连续4个月拢伫首尔街路出现。9月28日，伫江南区随草动的大检察厅，甲首尔中央地检地区，历经周国支持司法改革的人数有200万人，保守派阵营也大力动员。伫10月初9开天节当日，号称有300万人要伫公化门爱周国落台。 지금 자기가 법무장관을 해가지고 검찰 개혁을 하겠다 하는데 검찰 개혁을 할 게 아니라 자기 내 집안부터 개혁을 하라고 그러죠. 네? 자기 집안부터 개혁을 하고 나서 검찰 개혁을 하겠다고 나서라고. 그리고 도덕적으로 깨끗해져라. 검찰을 견제할 수 있는 어떤 대한민국에서는 검찰을 견제할 수 있는 장치가 아무것도 없어요. 그래서 검찰의 그 무소불위의 권력이라는 것은 기소권과 수사권을 분명히 분리를 해서 검찰의 권한을 제한할 수 있고 그다음에 국민의 정치 행위를 하지 않는 어떤 국민의 상식에 납득할 수 있는 검찰이 수사를 바라는 것이죠. 伫周国宣布辞职1点钟后，总统文在寅伫青瓦台内阁例行会议，为周国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冲突致歉。不过，伊补充指出，这个代志也提升大家对检调改革迫切性的认知。文在寅表示，周国的气质未影响改革工作，佮强调伊要完成检调改革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反送中的抗争，昨有网友发起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气大会，主办单位讲有13万人去参加，规场活动算是平和无冲突。即摆社会好行愈好行，善食愈善食，全世界拢共款。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出来啊，是3个骨力伫咧解决全球善食问题的学者。诺贝尔委员会就讲，这3个学者用实验室的方法研究安怎减少善食问题，所以得奖。 We're excited about what we're doing now, and it's fun. We're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in the middle of this depressing news, the one hopeful thing there is that
The fate of the world's poor has really tremendously improved over the last 3 decades. 是翁仔某的经济学家，印度的阿比西吉克·巴纳吉，甲法国的艾斯特·杜弗诺得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因的研究指出，产业国家的平均生产力因为科技技术使用较落后，亲像有的人甲公司是用上新技术，其他人敢用落后的技术，造成真大差别。互人注意的是，杜弗诺今年47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0年来第2个女性得奖者，嘛是上少年的一个。So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so few women who get the Nobel Prize or other prizes is not because the people who give prizes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women. It's because the entire funnel is just not big enough. And that's not true just for women, I should say. It's true also for minorities. 今年经济学奖佮颁予美国哈佛大学麦克克雷默，伊研究肯定安怎用较低成本提悬教育效果。伊甲 NGO 团体伫美国东北部佮肯亚高区进行实验，发现对特别学生提供课本，或者是免费午餐，比平均提供的效果佮较好。今年这3个人研究共认为改善对抗产业的能力。20年时间，因新的实验方法转变发展经济学。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讲来关心10美国要举行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总统蔡英文昨昏宣布要派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做咱国家的代表，这嘛是张忠谋第3摆出席 APEC 会议。我要正式宣布，我们将再一次的邀请张忠谋创办人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总统蔡英文宣布，这月下日智利举行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搁一摆担任咱国领袖代表出席，嘛交代伊2个任务，望将咱国这几年推动数位社会甲数位国家的成果传达给其他的成员国，将台湾推动包容性及永续成长的努力分享给所有的国际伙伴，共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及永续成长。为李登辉时期较大的 APEC 代表，张忠谋上早伫2006年变政府时期担任过，这2年即伫蔡总统时期第2摆接下任务。过去蔡总统无法委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出任代表，过去咱国出席 APEC 战绩上悬的纪录是马政府时期的前副总统连战甲萧万长。今年张忠谋是毋是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张忠谋强调，但是川普去一定会甲见面。嘛强调，因为美中贸易已经有初步协议，川普参加可能性嘛增加。这个4个5个礼拜刚刚跟 APEC 的会议的日期吻合啊，所以今天我认为是川普总统参加的可能性增加了。张忠谋去年捌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副总统彭斯见面。今年伫 APEC 若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会讲什么引发关心？除了 APEC 任务，张忠谋之前阁强点名出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副手，嘛利用机会做澄清。韩国瑜请我当我报纸上看的，没有这回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进前向批评讲，伊甲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工程甲人拖着，昨伊特别去视察，要证明讲伫伊的任内所发包的工程进度拢走大成。今日起各地施工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听简报，看工程的进度。顶一回市政府发表音乐中心的视觉设计，伊向批评就任了后，地区音乐中心的工程迁到明年8月份。韩国瑜特别来强调讲，第一任内发出去的工程进度其实都有较头前。工程超前4%左右，第二标工程超11% 左右。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急的要赶这个工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很期待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娱乐的世界。虽望日头正美，工程看了，佮去博二参观。韩国瑜市政的行程是真无用，毋过有一份拄16到18，韩国瑜的行程已经伫网络面顶咧流传。韩国瑜敢是15开始请假要拼总统大选，即卖已经存无到12点钟，毋过伊也是袂证实。会照既定的程序，然后向所有关心的朋友来报告。这一点可以是确定的。这个城市的责任其实还是在他的肩上的，但是呢，就是遇到该请假还是要请假，而不是说好像是利用行政资源来寻选举支持。
竞选办公室嘛讲，韩国瑜若是完成请假的手续，就会公布大选的行程。不过，市政府无正式讲敢是收到请假的公文，而且高雄市议会总计顺到10月底开始，民进党党团呛声讲袂准伊的假，毋过根据议事规则，敢若规定讲列席的人员必须爱书面请假，无列出准假的相关权利，而且议会较晚拿牙的人较侪。立业要提案来阻挡韩国瑜可能有困难，市政府是表示，若是市长请假嘛是无薪水的假，而且袂领特别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德阁讲唔对话啊！伊讲伊骑脚踏车，一直上塔，体力会遮尔好，拢是因为食毒品。昨昏伫咧市议会，着议员要求警察局长甲抓去验尿。下去以后，你给他验尿，如果有的话，你就给他抓去勒戒；没有的话，你就妨碍公务治他。副议员要求要带台北市长郭文德去验尿，警察局长真解叫。会伫咧议员质询的时阵发生这种情形，就是因为郭文德前几天去台中为主地兵徛台，结果私底下开讲的时阵讲家己一直上塔体力遐尼好，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你在鼓励大家吸安吗，市长？我在问你。不是，我跟你讲哦，这个常常是这样啊，听人也知道我在开玩笑，你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你实在是太有目的了。私底下讲算笑煞变成实言，郭文德感觉讲安尼写伤有目的性。身兼民众党主席的伊，伫议会备询的时阵，嘛免不了互人关心立委的选情。有风声讲，民众党要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列做不分区第一，郭文德第34拼国会席次。民众党不分区排第几名？不会的，这个我去排那个干什么？那个排那个是nonsense的。在报纸写你排34名，如果要排本期建议几点？排11名，务实一点，好吧？好，是的，那个不要理他。我们在不分区名单方面，其实现在跟民众党都还在协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单出来。依照选罢法的规定，的确是要成为他的党员。那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关卡。这部分区名列第一，过半方面讲，目前并无确实的名单，加之民众党嘛无伫咧郭台铭的人生剧本当中，区协立委的名单爱搁再沟通协调，不排除同时间推出人选。若是有消息指出，郭台铭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伫咧14会面，过半是针对这个代志好认。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英国若想到马岛，咱的拢有固定的印象，拢是关关落落啊，而且散散啊。也毋过，屏东县政府伫咧台湾世界殿顶头邀请21个时代甲身体留有各样的人士来做马岛，伊行去伫舞台顶，上济会的一个阿公，伊已经97啦。行伫咧舞台顶，互人看水。今仔日的马岛有真 fashion 的阿嬷，也有同性症的患者，啊，甲这位套一个拐啊，穿甲真歹的阿公。伊今年97岁啊，接受大家抱声，伊规个心花开。这是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台湾设计展超级工设计之夜，邀请国际上真出名的花家设计师吴伟豪来规划，伊带领民众将心内底的话讲出来，啊，搁再将这理念变做是服装顶悬的花草，互每一个马岛拢会使穿家己的故事，行出属于家己空快的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训练过程那么坚定，那么坚毅，那么样会走向自己人生舞台，不管他良于行与否，先天后天，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故事，每一个人在故事人生的舞台上勇敢地表现自己，是不是给人掌声一下好吗？改变大家永存对马岛的印象，这场设计师之夜，互行伫咧舞台顶21个主角，用行动向大家证明，美丽也有时髦，袂因为年岁或者是身躯的挑战，怎受到限制，因要继续行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刚开始屏东，船长咧广播的时，普遍拢是放流行歌较济，也毋过伫咧屏东加东的万建村，船长广播是放在地庄仔头的船歌，这拢是在地音乐创作者写的，而且全民做伙唱的。歌词内底有写在地客家、闽南，也个平埔族融合生活的一寡状况，咱即慢慢做伙来听看卖。村民为
做伙对更新社来练万建村的村歌。画面内底这位挂目镜的村民81回热庆地，11当前听到其他的砖头开钱请音乐老师来写村歌，伊就家己免费为屏东县嘉东乡万建村写这条村歌。不过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到今年，伊才把这条歌提给村长，大家才知影讲有一条这么好的歌。我们一个国家有国歌嘛，那我们村呢有一个村歌呢，可以凝聚那个村民的那个凝结力啊。客面并布心连心，大家拢是一家人。万建村是嘉东乡内底唯一3个族群拢有的所在。村歌描写这个大武山下的土地，族群融合的生活。知影庄头有家己的歌，村民拢做伙来练唱。我们这村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很难得啊，有机会唱到，真的很高兴，让大家都能认识我们村庄的特色。每次我在广播，我都有放这一条歌，我们万建的村民都会说很赞，很棒。有人跳出来教唱歌，也有人跳出来弹钢琴。毋那社区关怀起点的是大人来练习，这条村歌也变作是村长放送进前一定会放的歌曲。未来也希望每位村民拢会当唱出这条万建村家己的歌。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南环山区有一搭海拔1500多公尺高的温泉，要行脚到无遐简单，因为山势有较惊，爱扭索啊，而且爱爬过岩石壁，规段路拢真刺激。同尾啊，浸着温泉，哇，有够爽快。也毋过林务局嘛提醒乡亲，装备爱穿落好势，才袂发生危险。伫咧野溪大自然的环境内底浸温泉，变做即马寒冷时阵，真侪民众上喜意的户外活动，尤其是去互号做七彩温泉的南怀赤松温泉，像是这连续4天的休困日，就成超过500外游客来遮浸温泉。不离个要来遮浸温泉是无简单，因路爱行500外公尺、超过70度的山脚，而且游客毋但爱游索啊落脚，还佫有一段爱爬岩石的小路，刷落来爱撩溪过新母女溪水头的小溪。所有来遮游客，就若像是经过一场障碍赛共款，才会当得到浸赤松温泉的奖励。是也很让人害怕，但是好玩哦。毋过浸温泉了要往回行入去山顶，互游客体验到落山是真简单，上山真困难。目前台东山区有真侪野溪温泉，林务局呼吁民众爱请领导来带，而且爱注意安全，而且该遵守森林的约束，唔通留任何的粪扫，嘛莫甲大自然的资源炸走。这几个步道其实他们都会有溯溪的一个行程，所以的话，那个溯溪的一些装备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哈。台东林管处嘛提醒，有一部分的野溪温泉需要申请入山登记，请民众爱注意。毋过赤松温泉目前算是原住民保留地，无需要来申请。不离个当地领导建议，体重超过100公斤，也是心肺功能无好的民众，唔通想讲要来遮浸温泉，才袂来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大自然在改变，花莲的海岸线愈来愈倒久。虽然政府有开钱，但肉粽交落去。虽然有人批评讲安尼就歹的，也毋过歹罔歹，咱的海岸线确实有影有寸长，甚至肉粽角下骹嘛有发现山路。老一辈花莲人拢知影，民国80年进前花莲海边为北岸到海岸线有100公尺长，毋过花莲港起了后，受到影响，土山严重流失。后来政府等真济肉粽角，才减少这现象。进前啊，处理哦，拢全咧沙地啦，即马就是这个海水都侵蚀啊，尾啊，迄个地球阮的核酸级甲用这阮的石头啊，来迄落来贴啊，无你互伊侵蚀入来嘛，有那个危险啊。毋过真济肉粽角所影响景观，一直到民国95年开始，地高河川局开8亿起16座的改进工程，竟然发现海岸线加5到10公尺。那早期的肉粽角有部分生酸污。我们发现了很多的管虫，很多的一些珊瑚跟很多的鱼类。那因为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发现，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工程，除了对我们的海岸的一个养滩有的很显著的一个效益以外，对于水下的生态其实也营造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空间。花莲的民众嘛，介意伫遮做休闲活动，毋过对水下生态是不是变好，看法不同。当然，对生态都不错。因为我们觉得这边鱼真的是越来越少，而且一些鱼虾的
栖息各方面都不如以前啊，确实有这种越来越少的趋势。地沟河上局强调，离岸浅堤亲像人工鱼搭，对增加鱼仔甲虾仔生活空间绝对有帮助。公部门找恢复生态工法，嘛需要民众配合，卖个乱等鱼网仔本数，才有机会恢复海洋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三乡者有一片古水路的博物馆，整理了后，伫咧双十节对外开放，这4天人客已经超过12万人次。结果园区内底有一寡艺术品甲顶条嘛拢互破坏。国庆连续假期结束了后，第一个上班日子，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也是有真侪人，毋过人较侪，嘛较有破坏行为，亲像园区的装置艺术，地花条啊都经破坏。甚至有人是被围墙入来的，园方除了无奈，嘛敢先甲用破坏物件放伫仓库等修复。走过的时候碰到撞掉下来的，也不见得说是一定是民众去拉扯它，这也是希望民众多一点公德心呐。这个园区因为是国定古迹，那它其实是一个蛮具有历史背景的古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后来的民众可以就是去把它保存它，去把它维护它。花园水道博物馆伫国庆迄天正式开放，因为目前免买票，吸引真侪人，已经有12万人次，是台南上热门景点。园区人员希望这么多年拍拼，卖去了，呼吁民众都要珍惜甲爱护。是像灯柱被破坏，那我们的装置艺术也有受到一些损坏，像草皮也践踏非常严重。那这些情况都是这几天内的造成的一个现象。同款状况，台南指定化妆园区嘛捌发生过，今年5月份才开播，毋过人伤济，定使用，造成真侪所在损害。经过全面的修复工作，国庆连续假期之前恢复营运。台南市文化局讲，化妆园区甲水道博物馆2馆的营运，会当伫今年秋天甲冬天替山区带来观光客。毋过嘛，呼吁民众都要珍惜，莫互真无简单完成成果消失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有点咱国内桥，其中高公桥、甲公路总局管的桥，大部分拢是伫咧重要的所在。不过目前敢若有30座桥有即时的监测系统，未来会评估敢有需要加倒挂。南澳二大桥发生断桥的意外了后，面顶的径已经拆掉吊走。港务公司伫礼拜开始拆村落来桥面，预计20月底甲村落来桥身处理掉。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原本预定要3年才会当重建完成的时间，即马有可能会当搁提早一挂。以我们现在接的团队啊，是我们苏花改的工程团队啊，以他们的能力跟经验啊，我想在2个礼拜内会提出这个整个规划包括执行的期程。应该还是时间可以再缩短。交通部进前开始全面检查国内2万多座的桥，对过去各桥的主管机关提报的资料来检视，而且其中算是交通部公路总桥甲高公桥伫管的桥，大部分拢是车真济的交通重点。2个单位目前总共管6451座桥，煞敢若30多座有到即时监测系统，利用光纤的光源回馈即时量测。伫桥面甲光缆到监测器，会当侦测沉落去桥梁的角度、光缆震动的频率，若是有无正常，分段系统会发出警示。自动监测或者是即时监测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可以确保刚才特别提到特殊桥梁的一个安全。我们依照桥点的结果来判断，我们会考虑来侦好。交通部表示，未来若是新起的桥，拢有即时监测甲回报资讯，就譬如讲，长体起的淡江大桥。交通部目前正在盘点全国的桥，还未定期检查，也是讲即时有危险的会成风桥、较特殊的桥，也是讲较旧的桥，会搁评估看敢是要到即时监测系统。记者综合报道。买手机有影上目睭，高雄有一个查某大学生休热时，逐工拢在耍手机耍超过10点钟，结果目睭害去失望。过车路的时，分袂清当是青灯也是红灯，医生讲应该甲耍手机有关系。摕手机逐工用超过10点钟，这个女大学生进前因为休热，因无代志就耍手机后来过来改过车路，拢险互车弄着。主本伊就是别人拢红灯，一直到厝里的人发现，才知影讲家己已经无法度分辨青红灯。我不知道那个是红灯，然后要过去的时候拉住我，然后问我说怎么这么危险，就要闯红灯。
女学生只有近视，无目睭相关的遗传病史。经过医生确诊是后天性的红青色盲，检判是互手机拿光射连续照上久，感光细胞受损。锥细胞还有杆细胞的受伤。那受伤之后，他那个感觉那个光的那个判别颜色的功能产生了问题。医师表示，色盲一般真歹治好，但是女大学生除了食药啊补充叶黄素，搁再加上食补，促进细胞再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嘛呼吁民众看手机啊，唔通随连刷超过3点钟，一天上好伫5点钟内。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骨头有骨龄，乡亲敢听过脑龄？阳明大学利用 AI 人工智慧，用电脑来判断大脑的血素，这项技术未来卖当用伫咧有风湿地症。试验者倒入去自定造影仪器内底，电脑就随开始分析。这是阳明大学的研究团队结合大脑自定造影的技术甲 AI 演算法，开发出高算脑龄的模啊，会当来判断大脑的年岁。我们现在来讲说退化性疾病的一些发展，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是从这个当做一个指标，用 AI 的算法，把我们等于是属于台湾人或者是整个华人的族群的这样子一个大脑的一个年龄的表现，用 AI 去计算。这3个人平平都是70岁，B 的脑龄甲实际年纪相共，C 的脑龄就比实际年纪加要8岁。伊甲 A、B 2个人比起来有真明显的差别，就是黑色的空间较大等等的现象。若是脑龄比实际年岁较大，代表大脑加速老化，较会有神经的病变风险，嘛会提高低速率。脑龄跟你的身份证年龄有很大的差距的时候，国外的研究很早就大概2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在疾病上面或在它的整个死亡率上面来讲，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研究团队希望讲未来相关的研究成果会当投入去预防医学、健康风险评估等等的应用范围，因为失智症是高龄化的社会一定要面对的健康议题。而且根据调查，台湾65岁以上的民众，平均每12个人都有一个着病，上主要就是甲退化啊、有脑血管病变等等有关系。当我们失智的症状出现之前，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大脑呢已经早就开始在发展有关失智症的一些病理的变化。预防的话呢，运动、动脑还有社会互动这3种。失智症的协会是提醒，目前无任何药会当治疗失智症，所以伫咧注意脑龄的时阵，平常时嘛要注意食食、加运动、加振动头脑，都改变生活惯势来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身心障碍者头路恶吹，要家己赚钱无遐简单。云林大溪的润丰小作所，甲身心障碍者的学员做饮料、做凉水，而且11月份伊要去摆摊做生意，赚的钱是用年底要去佚佗的所费。学员一步一步学要安怎做饮料，准备要伫身心障碍日来摆摊，赚家己今年心中旅行的所费。云林大溪润丰小作所，平常时除了和学员做代工以外，嘛安排各种的课程，增加因独立生活的能力。煮红茶。红茶哟。哎。怎么去教你们？就是茶包放进去，要看时间。跟老师一起做红茶，你觉得怎么样？很好。怎么样好？就很开心。出去佚佗对一般人来讲并无啥物困难，不过对当咧学自立的身障者来讲，就需要真侪功夫。小作所所服务的是无法度入去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者，帮助因适应社会，提升生活品质。配合11月9号国际身心障碍日，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身心障碍日的活动来赚取他们年底成长型的经费。其实我们小作所的管理方式就是我们老师就是会给学员他们每个人这个，然后我们就会每天老师就会做点数的加点这样子，主要是要激励学员他们一些就是行为表现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好这样子。一个身心障碍者的社区教室，为着让学员有自立生活的能力，设计各种的课程甲工课，除了提升能力，社会大众的理解甲关怀，嘛是帮助因顺利转来社会食头路重要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美国体操小天后拜尔斯伫咧德国办的世界锦标赛，伊阁摕到2个金牌，目前伊的奖牌拢总25块，其中金牌就有19块。
伫咧顶一届里约奥运摕到4金1铜，今年22岁的拜尔斯伫咧德国斯图加特举办的体操世锦赛，搁一届摕到好成绩。礼拜日伫咧平衡木的赛事，展现真优美、搁厉害的技巧，以15.066分摕到金牌。中国选手刘婷婷甲林诗嘉摕到银甲铜。伫另外一个地板项目，拜尔斯是搁一届写新的纪录。伊伫咧空中并一练，落地时阵是稳当当，摕到15.133分，得到金牌，累积奖牌25块，其中19块拢是金牌。这是个人体操世锦赛摕到上侪金牌的人，也赢过1990年代白俄罗斯退役的名将谢尔波的23块。总共佮加上奥运的奖牌，拜尔斯即阵总共有30块，不过是还佮差谢尔波3块奖牌。比赛了后，拜尔斯是真谦虚，表示伊对家己的表现真欢喜，不过讲到奖牌纪录，伊讲已经本就无想遐多。互人叫做是体操界乌珍珠的拜尔斯，伊的技巧是无人会使甲伊比拼的，已经有2个以家己的名所好的新动作，成功得到认证。伊也积极伫咧替明年的东京奥运做准备。不过，伊也表示，东京奥运会是伊最后一届参加奥运。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到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